收聲啊你哋就唔叫出面嗰條人收聲。佢都冇講過一個字。嗱，2月20號啊，2月20號，2025年就係咧，你細佬咧就俾人送咗去醫院，第一日2月20號就送咗去嗰間醫院啦。嗰間醫院嘅名係咩名？係叫 Willow 啊嘛，係叫 Willow 啊嘛，間醫院只要嗰個 stock market 係跌嘅話，係 down 嘅話，嗰一日呢個高 market 就肯定會 up。咁你而家你明啊嘛？明唔明啊？每一次你哋俾人哋搞到去醫院，就係背後有人操控緊呢個事。你賺佢哋啲陰質錢。2月20號，2025年係佢第一日去到醫院，跟住嗰日嘅金價就上啦。睇唔睇到啊？人哋出啲咩字啊？Record high 最高啊，上到度。嗰日就係，因為佢哋幾陰毒。嗰日咁啱咧，我就買咗咩咧？4way，即係第一日喺未送到醫院嘅時候，嗰一日嘅時候我就買爛咗4way supermarket 嗰度，買爛咗 Taylor 嘅salad，仲買爛咗啲咩咧？我睇返先而家。